我餵咁多流浪貓狗，點解我做咁多好事？我從來冇傷害動物，點解會咁？呢3張相就係黃小姐兩母女尋日朝臨去診所前幫4歲嘅阿 B 影噶。好健康嚟打完支針之後咧，喺出邊我哋 call 車嘅，等咗5至10分鐘，咁架車 van 仔嚟到，咁我哋上車唔夠5分鐘，隻狗已經係扯蝦噶啦，咁跟住咧就再過5分鐘，喺架車度5分鐘，跟住就喺架車度又屙又嘔，屎尿一齊嚟。兩母女即刻帶阿 B 翻診所，獸醫就懷疑阿 B 中暑，幫佢打退燒針同埋類固醇。阿 B 嘅情況都有好翻啲噶。兩母女仲諗住夜晚先翻嚟深水埗接翻佢，點知離開咗1個鐘，由細養大嘅阿 B 就死咗咯。點解成身硬晒，得呢個位會好似腫咗個泡咁樣？養咗9隻狗嘅佢哋，懷疑有人打預防針時疏忽，會將阿 B 交俾漁護署驗屍。呢間診所上個月亦都俾人投訴，一次過剝咗一隻松鼠狗嘅14隻牙。